咁以及班會會喺11月尾嗰度舉行一次班會活動啦。警示討論區會暫停服務同埋發布有關嘅消息。消息指班會討論區會延遲暫停服務直至11月中。是次暫停服務係因為要更新討論區，其中有維修、檢討同埋更新軟件。下一則新聞。錄波班會喺早前發布指11月尾將會舉行第一次活動，而有關活動詳情如下，就係參加文化博物館啦。而喺12月27號將即正式舉行，有關內容以及情況已經列明喺24號新聞局，請留意。而各位可以通過以下途徑跟班會對話，其中有 MSN、Facebook、Email。本節目報道完畢，下次再見。